一现身就要夺我的权，这恐怕不太妥当吧？好，还是要刁难的。什么条件？说说看吧。你可以给我磕8万个响头啊，或者1个月以内堂堂正正白手起家，资产排名超过我。这是典型的商战台词啊。你以为我办不到吗？哦，好强的气场，总算是有点看头了。他选择了磕8万个头吗？哎呀，这是什么鬼剧情啊！剧本改的有点离谱了吧？他好像还很有尊严。服了没？家主是你的了。这样磕头都没受伤吗？这是什么？他脑子掉出来了！哎呀，他又塞回去了！我的妈呀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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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